后来疫情上新的状况，继续来看台中今仔日增加2例确诊的病例，因就是前一天公布的27岁住伫个龙井迄个业务员的爸母，这嘛是龙井区第2个家庭的群聚感染，因疑似是去互进前确诊的迄个厝边的阿嬷来传染的。市府是真担心会有稳定的传播链，所以伫个龙井来设立着前进指挥所，要甲附近的居民做快筛。 那龙井区的一位妇女哈，他们是邻居的关系。那昨天呢，这个确诊的案例呢，她的父母亲也确诊了。那昨天没暗号，但是我们曾局长昨天已经跟大家报告，今天公布的这2例确诊就是他的父母亲。那因为隔壁2家人已经有6个人确诊，虽然相隔2、3个礼拜，但是我们担心这个区域 会不会有隐形传播链？哈，有时候它本身的症状并不明显，那或者是它这个隔离以后再确诊等等哈，那病毒非常的复杂，那总是小心一点，宁严勿松。所以昨天疫情指挥中心经过讨论以后呢， 今天早上在龙井地区我们的巧圣先师庙开了前进指挥所，那同时设了2个筛检站第一个是在巧圣先生庙附近，那我们呼吁那也邀请了自强市场附近的这些住民朋友来进行筛检。另外还有一个筛检站就在这2家人附近的社区里面那也希望来筛检。那这个前进指挥所2个筛检站， 到今天中午12点钟为止呢，一共筛检了395人，395人全部是阴性全部是阴性，快筛了390人，全部是阴性。那不过呢，这个筛检站因为那个自强市场附近人比较多，而且流动性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筛检站还要开到下午所以我们呼吁早上听讲附近就得搭早起被大家做行李没有来筛检，那我们呼吁大家下午要把握时间，一定要来筛检来去抓有没有隐形的传播链那从这里面可以知道，那台中市这2家人他本身的6个人的确诊，有够拖开不？